我就拍照，变着拍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拍哪里？有时拍红姐，有时红姐我就上，有时拍看女的我就拍了穿裙子是吧？拍腿。啊，拍裙子啊，裙子下面腰。裙子下面腰部以下的。啊。腿屁股。那哪里屁股盖起来的啦？有没有盖起来的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为什么要那么去拍呢？而且我去看了我就删掉了。在路上看不赢了，对吧？在路上看不赢了，在路上看不赢了，看不赢了，看不赢了，看不赢了。为什么要拍？我要问你为什么？好奇了，有这个美了，是吧？美的看到去，没看到过啊？看到我去看一下了。没找过老婆？没有。没有接触过女人？一次都没有接触过女人？没有。我有点不相信。哎，你不相信一次都没有接触过女人。一次都没有接触过女人。